小米7月官網限時劈價，小米15同小米15 Ultra 7.2折清貨，最多減2500蚊。踏入7月，香港智能手機市場再次掀起一場價格風暴。小米官網喺無預警下，針對旗下前年度兩大神機，展開咗限時劈價。呢一次減價係小米官網直減，唔係透過個別嘅零售商，直接去小米專門店同埋小米網店都可以入手。官方限時劈價，神機再臨優惠。根據小米香港喺佢嘅官方 Facebook 專頁最新公布嘅消息，呢一次舉辦嘅神機再臨限時大劈價活動，屬於官方渠道嘅獨家優惠，而並非一般嘅連鎖大鋪促銷。活動時間非常短暫，僅限於7月期間進行。呢次官方直接下調上代年度代表作小米15同小米15 Ultra 嘅售價，無疑係一個極具吸引力嘅入市好機會。小米15輕巧全能代表，小米15配備6.36寸 1.5K OLED 螢幕，具備極窄邊框同埋優秀嘅單手握感。相機配備 Leica 三鏡頭系統，主鏡頭採用5000萬像素光影獵人900感光元件同埋1.62大光圈，結合浮動長焦同埋超廣角，低光同埋細節極佳。內置5240 mAh 大電池，支援90W 有線同埋50W 無線快充，係全能嘅輕巧旗艦。小米15 Ultra 影像巔峰之作，小米15 Ultra 作為極致嘅影像旗艦，採用 Leica 4鏡頭，主鏡頭採用1寸 Sony LYT900大型感光元件。最矚目嘅係首次引入2億像素 OIS 潛望式超長焦鏡頭，支援5倍光學變焦，配合 S8E 旗艦晶片同埋6.73寸2K OLED 熒幕，峰值亮度3200 nits。手機仲配備咗5410 mAh 電池、90W 有線同埋80W 無線快充，以及金剛緩震架構，規格頂級。小米15同小米15 Ultra 減幅一齊睇，究竟呢次官方減價嘅誠意有幾大呢？我哋特別為大家計算咗呢兩部旗艦手機嘅實際減價金額同埋降價百分比，等大家一目了然。小米15 Ultra 原先嘅建議零售價係8999起，限定優惠價6499，激減2500，減價幅度高達27.78%，大約係7.2折。小米15原先嘅建議零售價係5499起，限定優惠價3699，激減1800蚊，降價百分比達到32.73%，大約係6.7折。從數據上可以見到，小米15嘅降價百分比高達32.7%，3700有找就可以入手一部採用頂級處理器嘅旗艦機，性價比極高。而影像大師級嘅小米15 Ultra 就直接降價高達2500蚊。對於攝影發燒友嚟講，呢個減幅都相當驚人。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Lenovo 11寸平板大鋪減價1000，三字頭玩 S8 Gen 3晶片，8860 mAh 大電加 3.2K Mon， 揀部平板煲劇、玩遊戲同埋辦公，效能唔能夠太差，處理器要有翻咁上下。近日有大鋪為 Lenovo 一部高階平板減價，三字頭玩到 S8 Gen 3舊代旗艦晶片，效能喺今日都好夠用，有興趣就要睇落去啦。講緊嘅係衛訊網店有款 Lenovo Yoga Tab 11.1，由原價4999減到3999，配置係12GB 加 256GB S8 Gen 3。雖然已經係2代前嘅晶片，但係始終都係旗艦級，效能好過好多嘅中階機，而且仲有廠商用佢出嘅旗艦摺機賣過萬蚊，其實都仲好夠用，而且跟機附送鍵盤同埋手寫筆，無論係娛樂定還是係辦公都好使得。除此之外，喺衛訊買呢一款產品仲有贈品，係食正話題嘅 FIFA 世界盃攬枕。Lenovo Yoga Tab 主打流動創作、文書工作同埋影音娛樂，機身厚6.2mm，重458g，佢搭載 S8 Gen 3晶片，配備8860 mAh 直碳電池，可播放最長12小時嘅 YouTube 影片。螢幕採用11.1寸 3.2K 面板，支援144Hz 嘅更新率同埋800 nits 嘅峰值亮度，配合4喇叭同埋 Dolby Atmos，兼顧創作同埋娛樂嘅需要。AI 方面 ，Yoga Tab 採用混合式架構，可以透過內置嘅 NPU 處理離線文字生成、翻譯、語音轉文字同埋摘要功能。連線之後可以配合 Google Gemini、Adobe Express 同埋 Lightroom 使用。